中度风台天图发布热伤警报，可能会登陆恒春半岛。拜五东南部上大雨，拜六北部风雨慢愈来愈大。巴西最高法院外口，一个查甫人因爆炸诱自杀，集团立法会后礼拜就要起告啊，总统府和国会拢加强警戒。美国加州有人装作乌型破坏车，申请到保险金，代票400万元，保险公司报案，才甲4个嫌犯拢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气象署针对中度风台天图已经发布海上甲陆上警报。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天图是风台向西北转北边方向逼过台湾，目前正在通过菲律宾的吕宋岛，强度是6啊减弱。若准这强度甲路线无改变，天图会可能会伫拜六透早登陆恒春半岛，然后才对台湾的东部海面假起入。照目前推定的路线来看，绿岛、兰屿、台东甲恒春半岛会先受到风台，尤其明仔载拜五，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就要特别注意风台雨。到礼拜为止，恒春半岛雨量可能会达到600毫米，东南部山区嘛有500毫米。若北部因为外围环流影响，加上东北风，这拜六风雨就会愈来愈大，请乡亲就要特别注意。民众排队写资料，领沙包防风台、天图风台一步一步挖近。台东市公所准备6000个沙包，予民众领。真侪民众怨叹讲，风台一直来，实在真热，领沙包领到足烦的。台风一直来很烦哦。对啊，会烦啊，会怕啊。对，一直来。我住海线，所以我是海景第一排摇滚区，我要多做准备。一透早，台东富公渔港的海泳真平静，真侪渔民趁日时好天赶紧回港，甲迄阵目锁也固定。同款无用防风台的，阁有花莲出名的景点李渔潭的业者，下晡无用进行天高船顶船只撤离作业，上马只船用快艇陆续拖到华边的避风港内底停好势，用锁啊固定。今年蛮特别的，秋天了，还有那么多台风会进来，希望台风不要再来了。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所有的船的做户外工作的真的很辛苦哦。气象署已经针对天图风台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按照目前的路线来看，绿岛、红头树、台东甲恒春半岛是伫第一线，请民众一定要注意风台挖近的时会大风雨。目前官方路径还是认为台风会从先通过台湾的南端，然后再从台湾的东部海面北上的路径来看，最大降雨呢还是会出现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未来一直到17号，恒春半岛这边总雨量大概会来到400到600毫米左右。台东县的部分的话，在山区也会有300到500毫米的累积雨量。专家分析讲，天图风台影响的范围小，时间也无长，四到暴风圈内外，风雨影响的侦查会真大。敢要放风台假，也受到民众的关注。明天礼拜五大概风雨是在增大的，尤其是台湾南端，所以放假的机会大概就是屏东、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的机会可能蛮高的。气象署也提醒讲，因为环境真复杂，天图的路线可能会阁有变化，太平洋高压势力甲风台强度的结构拢是关键。不过，无论风台会行倒一条路线，台东甲恒春半岛的雨势拢会真明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花莲近海发生规模5.4的地震，确定是0.3的地震尾。虽然这届深度较深，对地面的震度影响较小，不过不三时恐惊会阁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而且最近风台断咧外近，提醒山区的乡亲就要注意落石头。警报声响起来，是后明显感觉到有害。花莲近海今仔日早起发生规模5.4地震。有感觉地震吗？有。为花莲的鱼潭即时影像也会当看到，镜头上下倒这边海架真大力。花莲发生有感地震，大石片山影像也明显的海动。地震中心表示，这个地震属于0.3地震的地震尾，离0.3之近大约6公里，不过深度较深，达到30.5公里。那这个地震呢，它的深度是30.5公里。这个地震本身它是今年0403。7.2主震之后的余震之一，它这么大规模，它会有相对应很长的一个地壳的破裂。那这个破裂呢，
相较于过去一些比较重型的地震，它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应力上的调整。气象署证实是控诉地动尾，不过因为震度较深，对地表震度影响较细，不过地动尾依然在继续。无定时恐惊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发生，加上天土风台恐惊侵袭台湾，提示可能发生地动尾的地区也是山区，要多加注意。这个余震事实上就是说，在前3个月可能就是还蛮密集的。这个余震的活动可能会拖个1-2年啊，甚至到几年都有可能。不过就是说，它的这个地震活动慢慢的余震活动就会降低。所以台风要来，这比较应该注意的就是降雨的问题，落石或者是土石流。地动中心统计，花莲控诉控3地动高单累计主震加上地动尾有1746个，其中规模5以上还未到6个，地动尾有95个，规模6以上还未达到7个，有9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道1号彰化路段，早起有一台大货车要驶上北，连那煞向突起，飞去对向落南的车道，拢总有4台车去互连那喊到，或者是闪避互动做伙，其中一个驾驶送病院救无回来。车驶伫国道1号路南彰化路段，想要到对向的北向车道，突然跳出一粒大轮胎，搬过中央分隔道了后，直接击到路南车道的乌色轿车，引起高温导火了后，佮扫到外侧车道的其他车辆，跳到路径才停落来。救护车赶去现场抢救伤患，乌色轿车的姓陈驾驶因为身受影响，当场无生命现象，虽然紧急送医，也是宣告死亡。经急救发现头部外伤、颈部撕裂伤、气管破裂、两侧气血胸，经急救后仍无生命迹象。这是早起8点外，国道1号201.7公里的所在，一台驶伫北向车道的大货车轮胎突起，飞到对向南向车道，先击到一台轿车，佮引起另外3台车，风扫条受追撞，有7台车受损。风扫条驾驶讲起意外迄当时，也是心会大响。那天那加大量，在美利啊吼。营业半连接车，那左后轮轴脱落，导致说轮胎的话冲到南向车道，那导致南向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遭受到轮胎的撞击，或是先后追撞。这台出代志的营业半连接车也停伫北向的路径。倒边后壁就一粒轮胎，警方表示，肇事的细个驾驶无酒驾反应，不过也是会以违反道路管理处罚条例，处相关6000的罚款，造成人重伤也是死亡，也要吊销驾照。这件意外也造成国道彰化路南路段，但4至5公里大约1点多钟了后，现场的状况才排除。记者综合报道。苗栗集团旅游团去嘉义阿里山，其中5个旅客为福美吊桥边仔平台摔落来，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有平台就怀疑讲，遮早就已经申请经费要维修啊，不过时间延长嘛无维期待，才会造成意外。安内县府表示会全面检修，公所嘛强调讲袂会提责任。各位旅客对一站楼悬的插站道摔到涂骹，救护车甲受伤的人送病院，有人是换腰慢慢行，嘛有人倒伫软桥，3个人送去圣马尼丁病院，2个送去嘉义病院。吓一跳了，因为那个也是意外的意外。站好准备要照的时候，突然间就滑下去了。共团的旅客讲，迄当阵本地是拍算要翕团体相片，才徛定就发生意外，嘛互行程提前结束。这个伫阿里山山美村的福美吊桥，早起已经有封锁线，今朝有人阁挖过去，无排除是最近山区拢一直落雨，造成插座的桥是滞气断气，结果一死4伤。但是死者的家属认为政府有管理的疏失，要提出国赔。山区一直下雨那个里面腐蚀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因为昨天上去的人也很多，差不多10几个，可能有操纵的问题啊，这个部分还要厘清一下。放一个杀人机器在那边你都知道它危险，怎么不？像警方也会围个黄布条封起来，大家比较会害怕嘛。这座桥是88风灾了后起的，是以造作定用的稻含色水做主题来展现当地的文化。后壁关予公所管理维护，公所在今年8月检视过外观无问题，桥面有钉捅出来这状况，嘛申请着经费要整修。但是民代质疑讲，就是整修工程延前，阁无封桥，才造成意外。官府讲已经要求全面检修吊桥。
因为它是桥的前面的那个引道，对啊，一个那个部分我们以后会把这个也列入检测的，现在我们要做是全面在检视，有很多木栈道。阿里山乡公所对下晡开始检测其他的吊桥，县府已经安排家属伫当地免治带赎，对伤者、死者的家属嘛提供慰藉金。除了查明事故的原因，公所嘛强调讲，应该负的责任绝对会负，袂去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总统府主席林胜义代表台湾去秘鲁参加 APEC 领袖峰会，不过大会结合媒体采访批，煞甲台湾号做 China Taipei 中国台北。大会讲是写唔对，已经改正啦。台北市有农民放炮要甲高山啊赶走，煞颠倒害家己的镜头啊着伤，险险啊着爱切断，因为农会边的炮啊无保险，无法倒赔。动保处表示会赶紧讨论保险，保障农民的权益。法务部决议，甲第3级的毒品依托秘制升做第2级的毒品管制，以后就算是无买卖，你有食有炸伫身躯顶，拢算是犯法。另外，行政院嘛通过未来4年会阁追加150亿的预算管道。再来关心国际新闻，巴西后礼拜一11月18要办G20峰会，这礼拜最高法院外口煞发生爆炸案，有一个查甫人想要走入去法院，煞互炸落来了后，就引爆炸药自杀死亡。当局研判这是自杀攻击行动，总统府和国会拢加强警戒。巴西利亚停车场传出第一声爆炸的声音了后，警方随赶到现场拍火，没想到一个炸破内部的查甫人，后来想要弄入去上近的最高法院无成功，随着阁发生第2摆的爆炸。Deu joinha pra gente e passou normal. E do nada a gente ouviu simplesmente o barulho. Eu olhei pra trás na hora do barulho e saiu fogo, aquela fumaça. Os seguranças do STF vieram quando eles estavam vindo novamente, porque eles jogaram na estátua da justiça, né? Ele jogou. Quando os segurança do STF estavam vindo todos, ele jogou novamente, foi quando estourou e ele caiu. E eu vi ele caindo assim. 这查甫人伫爆炸了后是当场死亡，伫雨内面，伊就死伫最高法院入口的所在。拄结束全体会议的大法官随安全撤离，当局研判这可能是一个自杀式的孤狼行动。因为最高法院、总统府和国会大楼拢伫这个广场顶悬，有关单位唔敢大意，随加强4颗地下的警戒。好在迄当阵总统鲁拉并无伫总统府内面。Segurança da esplanada, a segurança de toda Brasília está preservada. Então, esse caso que a gente vai avaliar, verificar ou não se for um caso isolado, a gente não pode dizer nesse momento. 巴西伫后礼拜1拜2就要主办G20峰会，地点虽然伫里约，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算伫峰会结束了后，会来到巴西利亚做国事访问。伫峰会之前发生这个爆炸的事件，时间点是真敏感。另外，这个广场都是去年1月初8，前总统波索纳洛伫败选了后，支持者暴动冲入国会地点。委员单位正加紧绷，要确保首先制度的安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诈骗的手法800款，美国的加州是有人装作乌险去糟蹋破坏人的车，互车主申请保险。同款的方法连续3届，拢总领到大票400多万的保险金。保险公司感觉奇怪，去报案才发现乌险是人装的，甲4个嫌犯逮捕。这只乌险12号发现伫本所集中箱找食物，所来到一颗溜溜伫街路大扫。这款的情形伫加州并无罕见，不过保险公司对以下这段影片刷起交疑。画面当中，一只险对这只价值数十万美金的劳斯莱斯副驾驶座撞入去车内，爬到后座咧佚佗，伫名车内底座椅顶所在留下各种的裂痕。车主提出相片甲监视器的影像，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感觉有古怪，请求加州保险部介入调查，认定这只险是人假扮的。更加离经的是，保险部进一步调查发现，伫洛杉矶郊区同一地点有其他2只变速的车也互乌险侵入，佮向无共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为着确认这3件事件拢是同一只假险所做的，当局请来加州鱼类甲野生动物部的生物学家帮忙鉴定，另外佮真正伫嫌犯厝内找到一束险的服装，总共互诈领的保险金超过大票420万。4名牵连着保险诈欺甲强苗的嫌犯，已经伫拜3互抓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关心美国政治，来看美国众议院的选举开票上新的结果。共和党选调亚利桑那州了后，摕到超过1半席次，确定是众议院的上大党。
现任的议长Johnson嘛得到共和党的提名，将有机会会当连任。那川普咧是去白宫和拜登见面讨论交接，双方是拢真好咧。 美国丹麦上任的总统川普13号华府进行拜会行程，这是伊胜选了后头一届登来首度款，这也是共和党自2018年了后，搁再摕到完全执政的地位，全党是欢头喜面。They used to call Bill Clinton the comeback kid. This is the comeback king. He is the king. 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a very nice gathering, isn't it? Nice to win. It's nice to win. It's always nice to win. 川普当天搁去白宫和现任的总统拜登参详交接的代志，双方拢真好咧，气氛袂歹。President-elect an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And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 like we said, smooth transition. Politics is tough, and it's many cases not a very nice world, but it is a nice world today, and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A transition that's so smooth, it'll be as smooth as it can get, and I very much appreciate that, Jim. 另外，众议院选举上新的选票统计，亚利桑那州第6选区共和党的议员胜利，最后共和党伫全院435席，摕到过半的218席，稳坐多数党的地位。现任的议长Johnson也得到提名，可能会当留任。 不过，不少的众议员皆13向Johnson提出请辞，原因是伊互川普提名做司法部部长。消息一出来，是惊到美国的政坛。 Matt Gaetz has faced a couple different investigations in recent years arising from the same allegation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examined allegations that he had a sexual encounter with an underage woman. That investigation was closed without any charges. And the House Ethics Committee has separately embarked on an investigation that remains pending. 司法部2029年开始就对 Gaetz 进行小连续的调查，内容牵涉到性剥削人口走私案、无妥当的性行为、非法药物的使用。众议院伦理委员会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记录，指出 Gaetz 唔但伫性方面行为真唔通，佮牵涉到真侪其他问题，亲像收无妥当的礼物、加选举资金转做个人的使用、想要干扰政府的调查等等。对此 ，Gaetz 是拢否认。 因若伫伊请辞核准了后，众议院的调查也会冻点，不久爱伫8礼拜以内选出新的众议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举办听证会，讨论 UFO 这个议题。有美国前国防部的官员和退伍的军官，拢讲这个世间真实有 UFO， 而且有真侪国家会偷偷啊，甲因找到 UFO 回收，想办法研究学内底的技术。 针对这款讲法，美国国防部无发表回应。不过，今年3月报告，国防部讲人类看到的 UFO 其实是无人机、火箭或者是鸟仔。长期以来，不明飞行物 UFO 一直是大家真爱讨论的话题。真侪人拢讲，伊捌看过无法度解释的空中现象。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的委员会第13举行听证会，表示讲要把这个议题公开透明化。美国退役的海军少将加劳德伫会议顶讲讲，伊伫2015年服役的期间，捌收到对美国舰队指挥部军官遐寄来 email， 附件是海军的飞行机伫演习内面翕到无法度解释飞行物的影片。批内面佫讲到海军的飞行机和不明的飞行物是真侪摆差一点仔就启动着，而且警告讲问题若无法度解决，演习有可能会取消。会当看出不明飞行物是真正存在的，只是过当讲这个 email 都对伊和其他的人的信箱内面无去啊，而且后壁都毋捌阁有人提起。前国防部的官员艾利桑多嘛出来作证，讲美国和一寡是敌人的国家掌握不明异常的现象 UAP 技术，拢是机密的范围。但是伊嘛强调讲 UAP 是真正存在的。另外，艾利桑多阁讲，政府有一个秘密的 UAP 对飞回收计划，目的是要识别因找到的飞行器，而且想要对内面来学技术。Let me be clear: UAP are re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not made by our government or any other government are monitoring sensitiv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round the globe. Furthermore, the U.S. is in possession of UAP technologies, as are some of our adversaries. I believe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multi-decade secretive arms race, one funded by misallocated taxpayer dollars and hidden from 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nd oversight bodies. 另外，国会捌伫2022年举行50多年来第一摆的 UFO 听证会。
对迄当中开始，真侪军事和情报官员拢捌作证，讲因捌看过不明异常现象 UAP， 而且认为讲因有可能佫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五角大厦对13个听证会是无发表任何回应。五角大厦伫3月的报告内面捌讲，认为看到的 UFO 毋是对外星世界来的，只是普通的物件，亲像是无人机、火箭，还是鸟啊类等等。公视新闻新乐部的编译。泰国出名的古城华府里府有真侪猴，嘛有人甲号做猴城。不过，即寡猴子拖住济只无物件者，竟然是攻击居民，走入去夹家内底抢人类的物件。今年2月开始，政府用胶拍啊、细含剂开始掠猴，想要控制数量。虽然效果是袂歹，不过同胞团体是认为讲，若无甲猴减掉、绑起来控制生态，未来嘛是会阁生。火卡车的车道组织真侪大胆的猴，像车主买水果红毛丹，一直到车主落车，甲水果弹掉，部分的猴才离开。泰国有名的历史古城华府里府，伫曼谷北边140公里远，当地四界会通看到猴，逐当个会伫有名的三峰塔办猴的自助餐节。根据泰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猴是受到保护的物种，袂当伤害。这猴过去要是华府里府有名的观光财产，是经游客特色之一。不过过去几冬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华府里府封城，猴因为欠食物变较真暴力，而且脱生愈来愈侪，成做当地居民的噩梦。แต่ก่อนเนี่ยคือให้เขาเนี่ยเขายังกลัวนะแต่ตอนนี้มันไม่ใช่แล้วคือเขาพร้อมที่จะแย่งชิงทุกอย่างที่เขาจะทำได้3500只家庭加伴的狗会占领建筑攻击居民，佮抢走居民身躯顶、手头、厝内各种物品，互居民产生活伫电影星球崛起的触觉。狗的问题，互真侪当地店家倒去，企业搬走，投资停止。有一寡当地人离开故乡，也是伫厝内设路中防范狗的攻击。一直到今年2月，泰国采取强硬行动，用照片甲限制来掠狗，对减少狗的数量真有效。That you maybe halve the population by taking half of them away, but you're not fixing the problem at the root, which is the multiplying of the animals. So in 3-4 years, you'll have again the same amount of monkeys there. 暂时差不多1600只狗，互当局掠着关起市，互华府里会生活环境逐日恢复正常。不过动保团体却无赞成政府甲狗关伫笼仔内，建议政府对狗做手术，互因袂生。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部表示，未来按算对华府里府的所有狗做拔起袂生的手术，而且互狗踮伫指定区域，互专人来照顾。公视新闻台是董朋友。伫咧土耳其有公共浴巾仔的浴场文化。较早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不过尾啊，社会进步有水倒水啊，大家拢是踮厝咧洗身躯，历史这款传统都豆豆啊消失。那最近呢，有人整修500年前的浴场，重新开放营业，要互这项传统继续传落去。有500年历史的泽雷克奇尼利浴场是伊斯坦堡上大的土耳其浴场之一。这间洗浴间捌因为修复建筑关起来，原本只拍算做3年的工程，最后煞变做13年的考古计划。挖出数千件历史文物，也发现拜占庭时代跳水池。目前这间浴场已经重新开放，除了会当入去洗浴，也附设博物馆展示土耳其浴的历史。Türkiye'de hamam müzeleri var, İstanbul'da da var, farklı kentlerde de Eskişehir, Gaziantep gibi farklı kentlerde hamam müzeleri var. Bunun yanı sıra zaten biliyorsunuz hamamlar hamam olarak devam ediyor. Fakat ikisini bir araya getiren bir yer, evet sadece burası var aslında. 土耳其就使用流动清水甲蒸汽来清洁身体，也提供女性骨甲疗养服务。浴场伫土耳其的社会有特殊的意义，这毋但是洗身躯的所在，也是社交甲疗愈身心的场合，甚至用来举办婚礼，也是庆祝婴仔出世。伫伊斯兰文化中，清洁身体代表内心的纯洁，是无数人伫聚会进前必要的仪式。全身洗浴叫做大净，只洗骹手甲头叫做小净。也安尼，真侪浴场就设伫清净寺附近。伫17世纪，伊斯坦堡嘛有14000间类似的浴场，甲都市生活紧密相关，也承载市民的记忆。Çocukken tabii ki çok kalabalık misafirler gelirdi, işte daha kalabalık aileler, anneanneler, babaanneler, torunlar, çoluk çocuk. O kalabalıkları özlüyoruz. Artık çok da fazla insanların tabii ki evlerinde artık doğal gazlar, gittikleri otellerde saunalar, kaplıcalar çok da fazla rağbet görmese de
传统的浴场面临消失，也是变做观光客的特色体验，甲当地人的生活愈来愈远。不过，伫文字工作者的努力之下，这几年出现真侪修复计划，想要复兴浴场文化。浴场门票收入也会当投入古日维护，当古早的浴场重新营业，毋但保存珍贵的都市历史，也互通县区的传统文化继续活伫市民的心内，搁一摆正做日常生活一部分。公司新闻由派总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